大家好，歡迎收聽今年嘅神中課穿越信仰風暴。今日係1月15日，題目係一次代價太高的錯誤。經文記載喺傳道書7章29節，上帝造人原是正直，但他們尋出許多巧計。創世記提供咗相當確切有關社會與個人嘅生活敘述，然而卻冇任何嘅嬰孩出生就係眼盲、耳聾、殘廢、肢體不全，又或者係心智遲鈍嘅記載。人喺嬰孩、兒童或者係少壯時期死亡嘅記載，連一次都冇。此外，亦都冇點提及成年男女因病致死嘅事。創世記所記載嘅訃聞都係咁樣記述噶。亞當共活了930歲就死了，塞特共活了912歲就死了。上帝賦予人極大嘅活力，以致人竟能抵抗嗰啲因敗壞習慣之後果所累積嘅疾病，而繼續生存達6000年之久。呢一件事亦都足以向我哋證明咗上帝喺造人嘅時候賦予咗人類嘅力量。假如亞當喺受造之時冇得到蒙賜超越現代世人20倍嘅活力，則人類按其目前所有違背自然律嘅生活習慣，就早已滅種啦。上帝創造人類嘅時候，並唔似依家虛弱嘅情形，呢一種嘅狀況絕非出自天意，而係人為，係因為不良嘅習慣、胡作妄為，以及因違反上帝所定管理人類生存之律而造成噶。上帝造人原係為咗榮耀自己，而喺人類大家庭經歷試驗同埋試煉之後，得以與天上嘅大家庭合而為一。上帝嘅旨意，只要人類大家庭顯明自己聽從佢一切嘅聲言，就係要佢哋重新定居於天國。喺夏娃睇嚟，違背上帝而嘗咗禁樹上嘅果子，並引誘佢嘅丈夫一同犯罪，似乎係一件小事。又有邊個知道佢哋嘅罪卻打開咗災禍之洪流嘅水閘，令到全世界受到災害。喺受試探嘅嗰一剎那，又有邊個知道單單錯咗一步，居然會招致咁可怕嘅結果呢？今日嘅神中課就分享到。